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楼了后楼第5条，水或者是像水的物质震动的情形，咱讲楼，像讲流血、流鼻水。另外，海水因为月亮引力变化变悬变低，咱讲是可流、巴流、电流，也佫有拄位海底掠起来这海产，咱讲是现流啊。另外，以海水变化来做时间的单位，咱讲一流水。这里文音读做流，流代表级数，像咱讲1流的、3流的，某人读做3流的，也佫有上流。水流震动，咱讲是流水。黑白讲的话，咱讲流言，也佫有无固定所在住的人，咱讲流民，嘛会当直接讲因是世界流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流猪高烂，代表是猪高性、小猪高、好色、性气味的。第二个词读做是流汗流渴，代表讲大粒汗、细粒汗安尼插插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面点仔头家娘生做真水，热天无闲假，流汗流渴，大粒汗、细粒汗，真辛苦。所有真侪人客流猪高烂，汗哪加烧金，讲是要来甲伊交关来食面，结果是要来看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流，这是读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流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